Hello， 我係 Alice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就嚟裝修嘅新居屋業主，相信大家近排都有留意到掀起嘅話題啦，係關於 MIC 組裝合成建築法。新居屋廚房、廁所採用咗一種叫做立體預製組件嘅技術興建，所以唔可以隨意咁改動間隔。由於原則嘅間隔設計唔太理想，大部分嘅業主收咗樓之後都係想改動間隔，將空間變得更好用。因新規定大受限制啦，咁唔少嘅業主都非常之苦惱。依家帶大家睇下 MIC 新居屋可以點樣設計，教大家以低成本、高 CP 值嘅小貼士。以一家4口為例，我哋唔改廚房、廁所嘅擺位，就喺客廳度間小朋友房，用輕裝修嘅概念打造北歐風居家設計。弧形設計 TV 背板，同時配搭簡約嘅地櫃，令到空間更加輕盈，同時可以提升客廳嘅質感。訂製特色牆通常都會超出預算，其實可以簡單啲，做斜線嘅油漆牆都可以達到同樣嘅效果，提升視覺層次。選用結菌板裝飾牆身，無需拆磚，從而可以慳返一大筆，因為節省咗泥水嘅工序。浴室可以保留原本嘅泥水工程，添加浴屏達到乾濕分離，已經足夠。屋仔造型上下隔床，善用空間，同時帶出童趣氛圍。以弧線設計空間，令到空間更加柔和。房間規劃工作位置，滿足戶主要求。今集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以上嘅小貼士可以幫到大家解決 MIC 新居屋嘅限制。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啊！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 MIC 新居屋嘅設計方案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下集見，拜拜。